金色果嶺呢一間全新嘅4房拐山房，陽台景觀係好稀缺嘅園內嘅水景。呢一個電梯6樓，望正出去嘅就係我哋所睇到嘅陽台嘅景觀，東南朝向，係咪好靚啊？每日咧喺陽台呢度望正呢一個景觀出去咧，你會覺得心情特別嘅靚，特別嘅舒服啊！呢一間咧就係稀缺嘅東南朝向，房產證嘅面積122平方嘅，業主咧將佢改咗成4房拐山房啦，而且咧仲配備咗大廚房嘅。呢一個咧係個奶油風格嚟嘅，所以咧可以睇到整間屋咧清清爽爽，而且嚟講咧呢一個米白色嘅沙發後邊嘅呢一塊咧，全部都係贈送嘅。我覺得咧，將佢利用翻呢個大廳呢度咧，會顯得呢個大廳特別大、特別嘅舒服嘅。咁呢一間咧係全新裝修嘅，而且啱裝修好嘅。3間房入邊嘅話咧，衣櫃啊，全部都已經配備咗啦。每間房咧，業主咧都係整得比較溫馨，而且比較舒服嘅。主人房呢邊個景觀視野咧，望出去都係比較舒適嘅。所以嘅話，如果話係睇呢一間房嘅，一定係睇啱呢一個景觀嘅。電梯6樓，但係景觀視野非常之靚。金色果嶺嘅呢一間全新裝修嘅電梯6樓4房改咗3房嘅122平方嘅房產證面積，實用面積達到咗135平方嘅。陽台嘅景觀係非常之稀缺嘅，望正遠景水景嘅。咁如果話你都喺度揾緊呢一款高品質嘅裝修靚景觀嘅房嘅話呢，咁評論區同我講，我將更加詳細嘅資料發俾你。